第4章，兄弟各司其職，接掌過程順利。開埠初期嘅香港政府對教育嘅資助唔多，直至1971年，香港先至實施6年免費小學教育。陳老先生因為自己冇受過教育，謀生艱難，經常吃虧，所以希望兒女們讀書成才。但係現實生活逼人，小生意又要親力親為，更遑論有額外資源去聘請員工幫忙，所以最終只有犧牲咗孩子嘅學業。大哥明哥憶述：我3歲就已經喺檔口幫手洗碗，6、7歲就幫手打牛丸。每日放學丟低書包就喺工場做小幫工。陳媽媽係打丸師傅，又要照顧幾個孩童起居，根本忙不過來。所以明哥話自己嘅校服經常都冇清洗，由白變泛黃，而且夾雜汗臭同埋牛肉味道。上學嘅時候經常受到同學嘅訕笑。明哥每日面對艱辛嘅生活，觸發佢思考人生嘅存在價值。通過廣泛閱讀，好早建立自己一套世界觀。喺大埔振興肉丸開業初期，一家幾口就打理咗整個工場同埋鋪頭，幾兄弟各有其位置。明哥話二弟即係陳岳亮，其實讀書成績唔差，但係因為當時屋企裏邊環境實在唔好，即使爸爸想子女成才，亦迫不得已咁讓個仔讀至小4就輟學喺屋企裏邊幫忙。明哥話：其實二弟好中意睇書㗎，喺小學階段已經差唔多將所有中外名著都睇完，之後讀夜校，去到中學畢業。除咗中意睇書，二弟亦都好有數學天分。小學4年級已經能夠以心算4則運算。有段時間明哥同爸爸有啲唔協調，於是去外面打工。爸爸就將當年只係4年級小學生嘅二弟召翻嚟鋪頭幫忙，負責租街車、送貨同埋需要數口精明嘅收取貨款工作。至於4弟陳岳光，明哥就描述佢唔係太中意交際應酬，所以後來就接任咗媽媽嘅崗位，埋手工場做打丸師傅。一家人各自因應自己嘅長處，喺鋪頭執管唔同崗位，各有發揮。咁樣嘅分工至今冇重大改變。幾年之後，明哥有感爸爸年事高，於是主動向老父提出接任掌舵人。交棒過程非常順暢，幾兄弟冇異議，更加冇好似電視連續劇咁樣要嚟一場大龍鳳。就係咁樣，明哥就從老爸手中接過權杖，成為振興揸 fit 人。而家回頭睇，陳爸爸善用人才嘅智慧，表露無遺，就住各人嘅性格同埋長處安插合適位置，讓大家都可以發揮所長，直接主宰咗公司嘅發展，打造咗公司持續發展嘅軌道。陳老先生雖然冇讀過管理學，但係喺呢方面就發揮咗伯樂嘅作用，真係可圈可點。早期創立嘅公司唔少係家族企業，父母子女一家人分工合作，含辛茹苦咁打出一片天地。但係唔少家族企業喺仔女成長之後都分崩離析，喺仔女拒絕接手嘅情況之下黯然消失。反觀振興嘅個案，8名子女各掌其位，幾十年後仍然團結喺一齊，繼續為爸爸創立嘅事業克紹箕裘，實在難能可貴。企理小總結：兄弟各有各出力，公司內各司其職。老爸領導鋪軌跡，營運經驗漸累積，工作過程長見識，兒子成長風雨逆，家族生意漸出色，金漆招牌掛牆壁。